欢迎到进来节目现场，三下来俺能够向南去到台东，成功镇在台东县东北部，在东部海岸嘅偏北角嘅，许多人冇嘛会注意到一个蔬菜。其实成功镇唔单止有个相应嘅渔港守镇嘅风情，丰富嘅海洋生态资源，还有许多菜地美食。一群30-40岁嘅菜地店家业者，最近合作而向下行销成功。结合大家嘅专长，设计出一能让有嘅特色餐点，同时为不定期办活动快乐上墙，希望透过一个认同家乡嘅新力量，有效为韩国认识中医成功。唔非公眾人員健康買健康，唔反呢來對貨嘅嘢買健康噶，也很結合前兩日，也當日下晝台東成功鎮市場路外推薦同買嘅嘢呈現。他会從一個基本的底價，以就前2天的基本價格來出發來喊，然後如果說大家覺得太貴，沒有人想要買的話，他就會先往下降。降到有人開始覺得這個價格它 OK，開始，然後價格就會開始再往上，一直到沒有人，比如說他出100，沒有人再出了，就以這個100的價錢來成交。聊到青島5嘅嘢5面團1面有1面嘅太5嘅對相當幫上眼，唔必人人幫從標價，就種類順勢擺好，等輪鋪賣。這邊的漁民進港以後，我會先把這個魚呢按照順序把它排好，然後經過一會稱重，然後標價以後把重量標上去，然後我們要來開始，我們會在拍賣前，我們會先拿我們專用的那個刀子，好，先在起魚才可以啊，在尾巴的把魚肉取出來，然後來看一下它的亮度，它魚肉本身的 Q 度。還有它的這個成熟度有沒有油脂，用這樣子來判斷說這尾魚的價格。成功漁港要按照新港漁港係東海岸最重要最大嘅漁港，當然呢位漁業唔單止賣本當地，還講賣到全台灣。當然3月帶到6月係成功海域漁產最豐富嘅季節，各種各樣嘅漁業本人看嚟個出鏡。目前這個季節是以芭蕉旗魚是最多的啊，那其他的旗魚會也有，但是比較量比較少。然後再來就是鬼頭刀，那鬼頭刀也是1年4季其實都有，啊，只是說這個時間會多一點。海豚的胃非常的強勁哦，一磨一磨，整條魚就被磨碎了。成功鎮係漁業大鎮，有豐富嘅海洋生態資源，係東海岸看海潮發通重要嘅素材。成功鎮係嘅海洋資源真蠻豐富嘅素材，尤其係當年6到9月嘅時間咧，太平洋嘅海浪改平穩，tan江嘅一個時間咧出海看得到海豚同海潮嘅距離咧，大概有8到9上岸個。係烏潮同淺潮見過嘅素材，台東成功愛海海帶生活豐富，上來改道嘅海潮同海豚來也只嘅食東西，嗰所也賦權變做一等最好來嘅素材。鯨豚種類有80幾種，可是我們這邊有看到的種類有30多種，所以說是蠻多的啦。然後現在的這個季節性，我們這邊常看到的就是花紋，還有熱帶斑，還有平鼻，還有威虎鯨、領航鯨都看得到。飛機呢，大概前2個月。看那些無邊無順、堅強嘅太平洋海面上，供應洋洋溢溢，看到人看向理解。有名嘅景點三仙台，沒看得到清清楚楚。這邊有3仙台可以看，還有整個魚市場也很多魚，因為整個東海岸裡面成功是最大的港啦。除了南方澳跟東港以外，成功這邊的漁港是最大，漁獲量也是最多的啦。
讲小镇的海洋生态丰富，佮香热。我千多年将屯成功镇专做系花莲推动之间，如果为一个素材，是知道成功镇的菜地特色、风土民情冇本人看到，菜地美食、西地方的故事冇本人发现。后生的前度投入，ក៏不將離開故鄉。有一群5、6年級的菜地店家入生，學習用路行銷課程過後，佢聽見們向下屯成功鎮的好行銷出去。一起來上課，為成功鎮的觀光產業共同發展，這樣，然後也剛好大家都有同樣的理念，然後才會一起說要不要來做個異業結盟，這樣。我們這些年輕人就集合起來，變成一個群聚，然後呢，共同來推銷我們成功在地的美食、在地的風景這樣子。那當初真的是因為單打獨鬥久了，成效不是很好，那又會覺得很可惜啊。就是說，那希望透過大家的力量，能夠讓人家知道。我們這邊東海岸就是比較鄉下比較鄉下，所以說。要把整個這個鎮裡面的一些結合一起，然後促銷整個我們鎮裡的文化啦，我們的一些產品啦，然後帶動一些觀光客來這邊買他們的東西，吃他們的東西，還有來這邊賞金住啦，都會。五會兩島自然會有新鮮海產同加工品的相關產業發展。行業者旁險品同處理好的龜頭島同輕塊，用到機器熬到酒，準備拿來做鹽。那現在是把剛剛的攪成魚肉的那個絞肉呢，然後讓它均勻混合在一起，讓它攪散的時候，它把魚肉才會均勻的混合在一起。接下來不用鹽。糖、番薯粉、吞魚漿攪勻來。那我們這個魚漿做好以後哈，到現在這個我們可以看得到它整個它的魚肉的細緻度已經出來的，很綿密的那個感覺。然後呢，它的粘度也夠。哦，當然我們測試就是看它，像我們這樣垂下來的時候，它掉下來的速度，這樣子是正常的，它的 Q 度才夠。就一顆，這是原味，沒有包。本單做先生嘅旁險品，接下陸下嘅事業，堅持繼續阿爸唔似嘅唔買，唔好看嘅唔買，唔好食嘅唔做，生態顏色，唔加偏沙、漂白劑、防腐劑，含過化學香料，做出陸下手工5年嘅好美食。爸媽年紀漸漸大了，然後常年的工作，讓他們的身體就健康出了一個問題。然後，所以呢，那時候我才毅然決然說，那既然這樣子，自己家裡的事業，然後這個魚丸又這麼好吃，不忍心讓它就這樣子沒了，大家也覺得很可惜，然後所以才開始漸漸跟着父母在從事這個做魚丸賣魚的一個事業。成功鎮係一個歸島族群體的素材，沒有客家用錢做傳統嘅美食來賣。等等野外對台東關山辦到成功嘅流用化屯價位，2個應該所屬嘅屯額報到攞為260板皮度康，今年今年做出2板。嫁過來就做板來賣，20歲嫁過來就，我婆婆就做嚟做板來賣，嫁過來就接觸。做到生意唔會壞啊，都要賺錢啊。特別做農啊，也做農做，我爸阿妹攏說是有嘅做唔贏，所以就過來做板嚟賣。特別下城裡面冇好做到久，那麼就大家原住民嘅，咩做接觸也仲愛辦類，所以也生意較好，就繼續做板嚟。見到年節就愛歸陸下人向下做，能做會出按到入來賣。第3台嘅劉俊良屯過後，每個天屯也愛向下來做。快要當兵的時候，回想一下阿媽常講的一句話，客家人的精神一定要繼續傳承下去。然後爸爸媽媽年紀也有了，
然后当兵过程就说好吧，退伍了就是要回来继承家业，把这最传统的东西继续把它传承下去。一對阿美族姊妹為咗照顧爺外，回到阿美嘅故鄉成功鎮，喺台11縣巷開一間水風式的雞卵糕店。當初是因為爸媽他們都在，就是在台東這個故鄉。那台東這裡就是我們從小時候每個過年的時候都會回來。那爸媽他們年紀也那個老了，所以想說回來東部這邊，然後因為東部的就業機會比較少，然後來這裡，就自己開店，然後順便照顧一下老人家。因為這裡的青年其實都外出工作，這裡的工作機會很少，所以回來其實是一個很冒險的行為。但好像一切都還不錯，所以可能要自己創業，在這個地方會比較有工作機會吧。對照睇人客送傳準備傳點，到做下10米才得為麵粉來做小胖雞卵糕，兩姊妹就開自家種包。本來就有這個鐵皮屋了，是小阿姨開的店面，就是有賣檳榔，還有卡拉 OK，還有一些類似小雜貨店，然後就是只是再改裝一下變成蛋糕店，所以一開始大家很不熟悉，都以為這裡要重新開幕，所以又是漆成粉紅色的，所以以為就是檳榔攤跟卡拉 OK要重開幕。去尋找8個店家，然後蓋他們的統編，然後就有摸彩活動，還可以送福袋。一條店家唔天氣，期盼發通，想大家要注意。最近就推出嚟融合各件特色，配合季節變化色彩嘅套餐，希望對創作方雕出美美嘅成功鎮地圖。因為很多人他們覺得說來成功，那就第一個要吃海產嘛。那可是問題是，可能今天想要吃某一間的食材，然後又想要去另外一間。那我就想說，乾脆就是把這些食材結合在我的料理裡面，那他就不用東奔西跑，只要在這個店家裡面就可以吃到這些所有的餐點。菜體出色、菜體成長嘅行業劉俊良接受來做阿婆書行傳下來嘅客家飯呢，唔盼得陸客唔見後面是唔見係嘅旁景片，唔做先生來做賣嘅嘢生意，回到故鄉照顧爺外嘅阿美族後生姊妹。對都市回到海順種下開雞卵糕店，成功鎮嘅後生一代唔係搶顧自家好就好，囤自家吃到貴針地嘅好美食，韓國家鄉貴上人嘅唔講小鎮風情，正合作一股認同家鄉嘅新力量，向下來行銷，希望大家來成功老了，大家都成功。